外界预期会将阻止炒房的边境地权的条例，后礼拜立法院特别审查。有民间团体甲一寡跨党派的立委，今仔早起就呼吁讲，条约应该赶紧来完成修法，互基础正义有法度落实。伫立法院去要八个月平均地权条例，内政委员会总算要排伫后礼拜要审查，关心居住证据的做运团体，特别找来条约立委做伙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尽速通过修法，莫阁互人认为是算假。像这次修法最重要，其实就是要去限制预售屋的换单转售这件事情，也是相关反对者最反对的事。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支持吧。如果在这个事情上有任何的退让或修正或妥协，我觉得事实上这样的修法通过的意义就不大。平均地权条例修正草案，去年11月伫内政部讨论完成了后，今年4月初嘛伫行政院会通过，提案到立法院，但伫会期却无伫立法院摆审，互外界批评时空率无好。即摆到合议选举过后，总算要摆审，做运团体强调，几个修法原则是袂当来变动的。亲像强化出发者红单，并甲条文施行日期、地价评级委员会专业看，拢是修改重点。当中有一项就是民意代表要从这个地价评议委员会当中去把它剔除掉，不要让他再来参与到其中了，应该要专业审议。其实这个不管是这个内政部还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委员会上，大家已经有正面回忆这个事情了。外界认为，平均地权条例修法是政府要回应不满厝价高涨的民意，民间团体赶紧摆审，赶紧三读通过。内政部代理部长华敬群进前嘛表态，希望以行政院版本为主，不过产业界嘛小连续表达不满，呼吁政府赶紧找业界来协商，居住证据这一步要安怎行落去，外界拢咧紧看。记者点李玉凯台北上报道。